奶奶吃饭啦！哎，今天给我们做的什么粥啊？今天做的是五谷养生粥。五谷养生粥。少奶奶呀，为了做这个粥可不简单呐，光这材料就有10几种。哦，这么多材料啊！看着不错啊。这《黄帝内经》里面说，五谷为养，五果为助，五畜为益，五菜为充，气味和而服之，以补益精气。真不愧是书香世家呀，一碗粥说的都这么头头是道的，那我得要好好尝尝。这个粥味道不错。好吃好吃。你以后可以多煮一点给奶奶喝。我会做的可多了。奶奶，以后你喜欢吃什么就跟我说，我全都做给你吃。好。哦，对了，奶奶，今天我想带锦溪出去走一走。好啊。不用了吧？那个，我觉得在家待着可好了，我还能照顾您呢。哎呀，不用不用，家里有方叔，还有那么多人照顾我，用不着你。自从你啊嫁进这个家门啊，你哪儿都没去过，正好西城啊带你出去好好玩玩。订好了没有？去哪儿啊？机票都买好了。哎，奶奶，这些事儿您就别管了，我们准备去山里自驾游，吃完饭我们就出发。哦，好好好，这就是你们年轻人说的那种说走就走的旅游吧？哎，对，一言不合我们就走。可要注意安全呐，路上一定要小心，听到了？哎，放心吧，我们都是大人了，是吧？哎，吃个烧饼。琉璃，对不起，昨天我休息好了吗？那你走吧。真的不可能了吗？贺锦溪，磨磨蹭蹭干嘛呢？赶紧收拾东西，一会儿出发了。要不然，我们不去了吧？你说什么呢？本少爷好不容易抽出时间陪你出去玩，你还说不去了？我不太想去。行啊，不去可以，给我一个不去的理由。那你孤男寡女的出去旅游多不方便啊！什么？我们可是合法夫妻，孤男寡女。反正我就是不想去，要去你自己去吧。贺锦溪，你别给脸不要脸啊！我好好的想跟你培养感情，你这么不配合，是不是想离婚啊？赶紧，把包拿上，下楼。顾总今天没来呀？哦，是啊，不知道今儿又去哪儿玩了。唉，幸好平常公司有您在，要不然公司有什么事儿，我都不知道该找谁。别乱说话。公司这么大，每个部门都有专人负责，除非有重大的决策才需要顾总来决定。所以顾总在不在，也不算什么大事。唉，话虽然是这么说，可我还是觉得顾总太不把公司当回事儿了。你呀，公司人多嘴杂，这些话说给我听听也就算了，平常小心说话啊。是最正确的选择。我还是觉得在家里待着比较好。
哦，旅游去了？可不是嘛，人家顾西城现在对那个女人可上心了。那是好事啊，在我们乡下，男人啊，要是没结婚，怎么玩都行；男人要是结婚了，那就得收心了。猛丽啊，哥提醒你多少回了，跟我们在一起的时候不要老提你们乡下，好吗 ？Jesus Christ！ 不过这趟回来，就知道事情可以成不成了。One beer's just right, two's too many, three's not enough, and four is plenty, girl. Something you should know. I got over you a couple of beers ago. Well, you left me standing at the church alone. A dear John letter on the bed back home, girl. Well, that just... 怎么了？车没油了。顾西城，你出来自驾游，车不加油的吗？这些事不是我该考虑的。再说了，我怎么知道这山里连加油站都没有啊？那你既然知道要开到山里来，出来之前就应该把油加满呢。出来的时候油是满的呀。那现在怎么办呢？我去，又怎么了？这山里竟然连信号都没有。走吧，下车看看能不能找到人帮忙。还愣着干嘛呀？走啊！方叔，怎么？你问我，我问谁？哎，那边好像有人家，走吧，我们过去看看，能不能找人帮忙。哎，靠谱吗？